公开透明，政治诚信，找回良心。岁初己亥年农历7月11日，台北市市长柯文哲由本乡市议员杨宗保先生陪同，恭向台北海基花乡广州路开刘准新新节，迎三上香礼，初上香拜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平安，享太平，再上香拜，祈求诸事不灾，百济稳定。三上拜拜，祈求社会祥和，必有我成长，市政昌扬，家温步步高升，一样。现在开始用话讲，广泽村王庙来参究吼，一样，咱是祈求吼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阖家平安哦。永华宫历史悠久，这个是民众为了纪念哦陈永华参军哦而建立的哦。我想大家都知道哦，陈永华是这个郑成功的手下第一号大将，你知道吗？那他以民生为起点哦，在那个时代哦，做的屯田啊哦，备粮、煮糖、晒盐、烧砖啊哦，设早小建孔庙，让民众可以安居乐业哦。那我们这里要感谢杨总导编跟全体委员哦，安排这个恭喜军勇的这个活动，你知道吗？那这个给农历7月嘛，也希望他这个平安月嘛，我们要带来一份安心哦。最后，我们要祝大家哦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哦。等一下我们一起去骑车，你知道吗？去参观这个古城。有关的人员都全部坐下来。现在有传说就是8月中旬，所以这个礼拜有可能会。就现在。对啊，所以有可能会就是在这个礼拜，或者是看出月底的时候。老实讲哦，3个都是大忙人，所以3号的目标基本上一个时间，也要有时间比较，看怎么大家想起来。到时候会就是可以就是说让公开的方式让大家来拍一下3个人会面嘛，就是至少有一个那个见证。这样啊，一般来讲这种东西是这样，因为那这个就是不是我们单方面决定的，看谁要当主人嘛，由主人来安排时间。我想这样啊，这种东西也不要一个人来投诉，应该还是看。我想这样啊，第3个一起坐下来，大家才能想对整个局部交换一下意见，也是应该的。所以，好吧，就去排一下时间吧。现在好像说就等王院长这边哦，因为他感觉上就是现在是还比较没有确定一点。世间什么事情都是有讨论，就这样啦。常常什么事情都是大家讨论。那我想讲的还是有一点，或是站后面一点点，因为他们大家能够想到台湾这个是人民最大的，很多事情总是有共同的目标来讨论，都比较容易有结果。现在绿营就认为说，如果3个人结合的话，只有对比较有利，所以他们后面的是往很近的，所以就是他们研判就是3个人，因为现在有人会觉得说，会来一个大局，所以你觉得他们这个在他们的思考里面会是其次？所以那一句话，你今天会是这样，你思考的是个人的利益、百姓的利益、正常的利益，还是台湾的整体利益？这逻辑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每个人在想说，我一定要自己来讲，那这个就没什么好讲。所以我倒认为是这样的，是让台湾有一个向上提升的机会。我觉得政治不应当如同让那些在想的，一定是大家错对，但不可以自省。我们要让整个台湾的历史有一次说，大家想的是台湾的整体人民的最大的。所以在一开始我讲说，这才是真正的中心思想。所以中心思想不是说这个什么那种刚刚讲了老半天，那你讲的这个错了，没有错起来了。市场现在有绿营的说要跟你结盟来
对抗中韩民进党的来向你喊话说要合作？我不晓得他什么叫合作，他意思说他们每一期我们都要派人出来让共襄盛举的，不晓得他合作是什么意思。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说，他们是希望跟你共会一个人，然后用台湾派对抗中国派。有的，我跟你讲，没有错乱吗？我跟你讲，还是一样，就是那种思维，他常常在想。其实还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还是怎么做让人民生活好一点，怎么做对台湾的长治久安，但是逻辑，每天都在打歪控。这个5年前我这样讲，我还想想看，他说台北市人都看了4年半，人家说一定要听他讲，看他做。好，还没做。等一下，好，来，诸位，保龄球啊！你第一个可能卡拢过来，比你脚往前，来，再往前，然后永华中这个街景，前台手续，谁先到？前台手街对面，孔庙。大家，柯 P 来了，柯 P 来了，要捕获野生柯 P 就是现在。